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今日係2025年12月21日星期日。以下由我小窮仔個朋友仔小窮美同大家睇下每周小窮仔新聞天地新聞撮要啦。第一則新聞資料來自12月20日 RTHK 新聞。我哋睇下個標題先。標題係明年2月起肉近距離參觀羅馬許願池旅客需支付€2。意大利首都羅馬明年2月起將會向希望近距離參觀著名景點許願池的旅客徵收€2，折合約18港元費用。法新社報道，好多旅客都會前來許願池參觀，並向噴泉投擲硬幣。當局每星期都籌集到數千歐元捐給慈善機構，但參觀人數眾多造成擠迫問題。市長表示，截至本月8日，今年約有900萬名遊客參觀噴泉前的區域，平均每日3萬人。實施收費後，估計每年可以帶來650萬歐元的收入，本地居民就無需支付費用。我哋又睇下呢則新聞。呢則新聞資料來自12月20日 RTHK 新報，標題係澳門將更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略，聚焦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今日是澳門回歸26週年，特區政府早上8時在金蓮花廣場舉行升旗儀式，之後係中葡綜合體舉行慶祝酒會。行政長官岑浩輝在酒會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將會團結帶領社會各界認真學習領會，堅定貫徹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重大決策部署，持正革新，奮發同行，不斷開創一國兩制事業高質量發展新局面。岑浩輝說，澳門將會更積極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堅持不懈聚焦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務實加快推進橫琴深合區建設，以大膽闖、大膽試擔當，加快實現澳琴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機制軟聯通，切實辦好民生實事，着力關注同埋保障居民就業權益，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我哋又睇下呢則新聞。呢則新聞資料來自12月20日星島日報，標題係美國女老師連續任教61年創建歷史世界紀錄。美國田納西州一名女教師因連續在同一間高中任教超過61年，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獲得在同一間學校任教時間最久女教師稱號。威斯特摩蘭高中周5 19日宣布上述消息，指教師埃金 Glenda Akin 連續係該校工作，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生，在學校和社區留下了不可磨滅遺產。埃金實際打破紀錄日期為去年9月13日，當時他在威斯特摩蘭高中已連續任教61年43天。威斯特摩蘭高中發布照片顯示，該校圖書館也以埃金命名，牆上還掛有一塊紀念他的牌匾。牌匾中心位置配有埃金的照片，並寫道：他埃金為學校和社區服務的60多年將被永遠銘記。我哋又睇下呢則新聞。呢則新聞資料來自12月20日星島日報，標題係23歲年輕社工投身護老行業與長者打成一片，促成跨代共融。香港人口老化嚴重，安老服務人手短缺問題更顯嚴峻。一群默默耕耘的護老從業員，為長者帶來溫暖與關懷。年僅23歲的賈基畢業後毅然投身安老服務行業，成為長者日間中心社工。他以年輕的活力和真誠的心，慰藉着一班獨居長者的身心靈，並呼籲更多年輕人投入安老行業，促成跨代共融。Jackie 大學畢業後便全身心投入長者社區工作，現於和悅會擔任社工，主要負責心理輔導和組織各類活動。而他選擇投身長者服務並非偶然，他自幼由嫲嫲照顧長大，與長者建立深厚情感，喜歡與他們相處。來到接受日間暫託的長者，如同街坊鄰居般親切，願意與 Jackie 分享內心的世界。這份信任和依賴讓他感到無比踏實。曾在院舍實習的 Jackie 坦言，相較於院舍固定的日程和較多行政工作，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給予他更大的自由度去設計和舉辦多元化活動。他每星期都會為長者們精心策劃不同的活動，例如畫糖餅等，讓長者們在歡樂的氛圍中保持一定活動能力。
這種具有延續性的活動，讓長者們能夠持續參與，享受其中樂趣。其中一名90歲長者真伊5年前曾在家中跌倒，導致髖關節受傷，留醫2個月。其後來到和悅會位於沙田的中心接受日間暫託。他特別提到社工Jackie，覺得他既風趣又有活力。每日參與中心的復康運動如踩單車和拉繩，以及社交活動如打麻將、手工活動，既擺脫獨居的沉悶，又能與年輕職員打成一片。另一位是77歲的鳳群婆婆，曾因高血壓入院，並於2020年中風，導致左邊身麻痹，一度感到鬱悶。獨居10多年的她，來到日間中心後，感覺Jackie就像自己的孫子一樣親切，讓她每天都樂意前來。投身長者服務近3年，Jackie坦言最大得着是工作帶來滿足感。很多時候，長者們會很記得你為他們做過的事情，那份真摯的回饋讓我感到這份工作的價值。新聞撮要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俾我，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下次見。